兒時的搗蛋變幻，誰也怕一頓飯吃到反台，真的不算太誇。而旁姑媽通通也無力招架，只好將我歸給她。爸爸鐘錶低工作無對策，不怒罵也不鞭打，掏出一副撲克。誰能將手牌終結，誰人稱霸？輸家要聽盛況的話，不夠已吃掉一碗飯，這算什麼玩法？全黑一